这一段休息时间看到了。好，所以如果同学有兴趣，可以到网络上面这个都有完整的。好，还有我们今天有附赠一片 CD 那个 CD 里面第4期、第5期的歌曲32首都有收录在里面。这是我们那天全班合唱。我们有票选过西藏人他最喜欢的其实是这一首。这一首等一下我看一下是这个农夫桑柱他演唱的《雪域梦乡》。这个歌手非常年轻他好像还在就读西藏大学。是一个很年轻的歌手，但是我觉得他非常有才华。你如果说他是西藏的周杰伦不为过，我们听听看他唱。等一下还有他。还没有机会到过西藏那很感谢立正中心的蒋秋妈妈借我这个她去西康拍摄的照片，然后呢我把它做成一个 MV 这个其实是中山地下街这个就是西康的风景。很多海外上听到这首歌都非常感动。因为这样子的故乡的歌呢，其实是我觉得是西藏歌曲里面很好的一个题材。
好，所以呢，我们下一集可能会有一首歌，就是我们在我们歌词里面的第2首，好，青藏高原哈。那它这首歌呢，它是大陆的大型的晚会当中，春晚当中最常表演的一首歌曲哈。那我们如果会唱的同学跟我唱，我们先唱中文，再唱藏文，好不好？好，这首歌有点难度哦，但是我们不要那个飙高音的哈，我们不要，我们就正常的唱就可以了。好，我们来试试看哈。韩红有唱过这首歌，巴桑也有哈。